由孙正阳看作是一位傻瓜呆子。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何荣幸。我们哈尔滨来得干干净净，当年孔老夫子称许明武，子至可及，愚不可及，不正是我们修道者的好榜样吗？从另一方面看，现在的时代真的变了，自己不种不植，不耕不耘，专门掠取人家的成果，无论是巧取豪夺，无论是篡窃见领，这样修法真是旷世奇闻，这算修道吗？这叫做造业。从前所谓三世果报，报应荣获有报在来世，如今时代变得快，报应亦报得快，很多都是现世报。无媒代功不可没，修道者不能忘本，心意单位的本，当年是从东北到台湾来开的荒，领导开荒，这位何宗好前人，然而到台湾来方面，昆岛无媒代的功劳最大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依当时台湾政治气候而言，对我们传道者异常不利，一般人谈虎色变，谁都不敢轻易与人家作保，怕沾惹麻烦，脱不了干系。然而吴梅代不考虑这方面问题，和前人来台湾的申请入境保证人是吴梅代，住也住在吴梅代所开的中药行开荒办，道以及生活所需的钱都是他筹措提供，这些都是民国37年8月时候的事，换了一般人躲避唯恐不及，可是吴梅代却毫不疑虑，坦然而勇敢地负起责任来，光凭这一点就够让人感动钦佩的啦。同时从这一点也可以使人体会到一贯天道的宝贵处，所谓道真理真天命真，绝不是单凭嘴巴顺口说说而已的顺口溜。天命不真，我们一贯天道如何能应运传来台湾？尤其当年风声鹤唳，人人为不保安，而上天就安排着吴梅代来保和前人，他为什么要冒着公治方面的危险这样做呢？他信服的是一贯天道的真理，理真即道真，如果是邪道，说什么他也不会冒险贴钱做如此的傻事，除非他是失心发了痴。最令人感到奇妙不可思议的是，当时的吴梅代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教育，而和前人又不懂台湾话，与吴梅代在语言方面的沟通颇不容易。那时由卓经理奉英乃新地用写汉字同吴梅代比谈，由于日文里面有很多汉字，吴梅代虽然不谙国语，但确实的汉字，他和李凤英二人用写汉字交谈而交称莫道，会心于道，这才是道真理真天命真的真正精神与意义。吴梅代于心意功不可没，可亲可佩，但归根究底，人应在天意天命上，没有上天老母娘的旨意，谁也办不到。我们修道的人所应报的本，系指的一贯天道，道才是我们真正的本，道场传下来。有本书，书名叫《木本水源》，其中有一段诗记：
大道本是颠倒颠，看见牛郎水上眠。无脚能行万里路，无头能顶10万天。树无根不生水，无源未死。这首诗记训文，据说是隐含着颠师法传和大道一贯，其关键在第二句牛郎水上眠。中国的易经卦象卦意，坎为水势无需辩解，而坤则可谓地。为母为牛，坎水上坤下合起来，恰为水行地上的师卦，因为有活佛师尊。大道使得彰显。第三句指的是法传，传没有教，达摩法师远从西天乘法传来。中土，民国36年一贯道渡海传来台湾。第四句诗的解法，只要先画个方框两边，就是个古字。古代文字五级贯，以一贯之得到，当然可以顶10万方天。树无根不生，水无源未死。大道活活泼泼，才可以道济众生。我们生而为人，修习一贯天道，更应饮水思源，探求根本，行功德正，所以报天恩。天法道，道为本，所以我们好好修办道，才可以说得上教本。本不可分，一本万书讲的是本于道，行乎德，功德与行功德的人可以有千千万万的书人书功，最后人然是以道为指挥，并不是如学某些不安于位怀有非分之想者，故意分支别派，擅自另立门户的狂妄行为，那是曲解一本万书，根本上就是存邪念行邪道。神在你身，在你心。凡是宗教，都是以神道社教腐化社会为宗旨。一贯道虽说重视纲常伦理，但是上天显化也颇多。心意有位坤道颜火志，她的丈夫当年是在邮电局服务，颜火志领命点传，其夫婆不以为然，平常言语间难免则有繁言，语含讥贬。颜火志对他先生说，道是神圣的，你如果任意讥斥不敬，会让你牙痛。事情也真玄，颜火志的先生果然无缘无故牙痛起来。这件事传扬出去，他们家的左邻右舍都说你信的神真灵验，从而我们的道物也就因此传了开来。如今事隔30-40年，据我个人的体会，孔夫子所说，祭神如神在才是真理。不信神者尚且没有什么，只要你信了神，神就在你身在。你心，神就是道，道就是神。我们的一言一行，甚至心中起什么念头，好像都难逃神明的监察。俗话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人头上有片天，所以修习天道者，切戒妄念、妄言，而要消除心头的妄念和妄语。最确切实的功夫应该从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多存审体悟。初期以台南为重镇，民国38年到42年这一段期间，是台湾新义的发展时期，当时却系以台南为重镇，6甲邮城代为首。台中方面系王春茂坐镇，
葛景涛随时支援配合。嘉义方面以李凤兰为主，马仲林配合斩道。新营铁路单位以杨佛儿为基干，为因顾及道场伦理关系，我只能放命与杨主。一、杨佛儿的父亲，然后由何前人放命于杨佛儿。由于杨佛儿在新营铁路局服务，对我们出外办道的交通问题非常大。当时大家经费异常困难，我们经常投机由铁路局车站行李房跳窗子。薛福三领命虽由我主持，但其后学王坤德的典传，则系由何前人放命。麻豆方面无令最朴实，打从民国41、2年开始到60年，每年文旦收成时，从来不曾忘记送文旦到坛上来。其后麻豆道路开得很好，李兴发、陈春来等都是成绩斐然。高屏地区最先由高雄宏发营造老板赵国宏于大港埔设置公共佛堂，王顺定就筑3楼佛堂。当时屏东方面都到高雄公共佛堂办道，成全不少人才，蔡承器、许清波、李氏、萧玉华、昆、林东平、陈白雪等一时皆自行于家中设有佛堂。而许清波的母亲后来于屏东龙华里开班主持祈道饭坛，其弟许水池乃王顺定的人才。而今于云林荷包山的事业规模更其宏伟，夫妇2人致力道路。另外，高雄成荣的理事系何前人2度自大陆返台亲自典传，保命师为孙胜志。而当时台湾银行科长吴富传的典传，则是由我孙正阳放命，就个人记忆所及。民国39年，新义方面的陈岱、林图、陈宝元、薛福三、罗吊水以及昆道府、陈孙李氏、宜兰花莲的吴敬志、陈苑、李玉等，都是由我典传的吧。吴敬志的先生赖永瑞，原系花莲山包通义，当时驻台南高分院后阳，与游海杨吩咐东部开道，由李氏主持台东道路。赖永瑞因其叔父在瑞里，故自台东转花莲台港乡昆发展得相当不错，后来由其妻吴敬志坐镇花莲，赖永瑞乃转赴宜兰展道。由海洋的台东道路，后来由陈水源主事，陈水源系炉灶业出身，其长女陈巧红及由捉经理凤英代为接生。嘉义方面系孙李氏主持，而刘登茂、李氏及昆道萧红的保师则系李凤兰，任教于省立女中。民国36、7年的时候，我为了办道经济拮据，任教虎尾省立女中。由于王顺定有位亲戚名叫张长兴，当年经商南洋，海上遇难，为济公活佛显圣所救，返回台湾后，在虎尾建立一座济公堂。因缘这层关系，我们在虎尾开展了道路。当时张金城、张大江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张金城的保师是李凤兰，而今张金城在逃。
原八德一带发展得非常可观。个人记忆中，好像吴水镜也是在虎尾求得道。和前人一架台北斩道时，松山原本就有王顺定的道场，民国40年前后沿火至半开3众，许水池于松江路设下佛堂，陈代在师大路的道场济济人才，周生僧在博爱路奠定了基业，南天一凤受赞扬。海外道路当年以日本最具潜力，孔宪洲、郑西川、薛福龙等人虽曾遭遇日本海关的洗劫，潘延兵在台筹款不得要领，郑石川因有日本太太从而扎下了根。薛福龙一度留在中国大陆，稍后又回到日本。孔宪洲因为通日语、会俄语，从日本餐厅服务员工作，转做俄国的战车机械，生意做大了，改行营建机械开山机。由于横滨填海工程赚获巨款，而今在日本华侨社会商业界已属巨擘。坤道中有位奇人南天一凤，名叫潘东妹，她主的是清修院，为人眷节，无私无我，在和前人身边是无高下，全部包办，而且无怨无尤，向无计较，前人给他零用钱，他都把他压在神案烛台底下，清扫佛堂者发现了，他也会变换方式把钱一文不取如数必还给前人。至于前人饮食起居、衣物寒、天暑碱、漱口水的冷热适度等，都是这位潘老师精心处理。前人归空后，他乃无需无求飘然而去，真是身如闲云野鹤，令人好生亲近。身为道清光荣无比。当年我主事的时候，上述台东、花莲、宜兰、台北、台中、云嘉、台南、高平等地区皆有新义拓荒，唯独桃竹苗未及开发。后来因为高金城北上，新竹方面改由冯景祥坐镇拓展卓有成就，再往后推演下来，像麻豆方面有未开药行的科军赞以及而今有腿病不良于行的黄火贵，还有陈火吉、郭明福等，都非常虔诚，并且基础打得都很结实，只因我腿病行动不便，不曾时常出外走动和他们联络，所以有些人连名字都说不出来。大家偶或见到面时，提起来当年的人和事，仍然都很亲切。道清就是道清，像陈丰德和我也是多年未曾聚物，见了面话就说不完。台中师广经理最近几个月来，每星期四晚间亲自驾车载我到彰化丘医师那里去看腿病，风雨无阻，情意感人。虽然大恩不言谢，我的心仍然是非常感动。我不好说是诗经里雪中送炭，我只能说他心中有道。所谓道亲，有时比自己家里的人还亲，正是上天所降真道，把我们道亲的心凝结起来的缘故。这是天道的神圣伟大处，也是我们身为道亲的无比光荣。既与道友精诚团结，本
本人原来就不善言辞，得病后舌头更形拙笨，有很多心中想说的话，临时却无法表达出来。但是我由于这么多年来的潜修，内心早已断绝了尘念，如今唯一挂念的就是希望各方面道场领导阶层及所有道亲精诚团结，一本修道者初衷，修好人道，以合天道，三纲五常就是三级五行，有了全人格，距离神格便已不远了。更奉劝道亲们要时时利用上天赐予我们的妙智慧，观察、体会、判断浊世的是非、真伪、正邪，慎勿误入歧途，迷真逐妄，堕陷轮回，流浪生死，无法还乡呐。摘自大同天下地旗。